2024年，台湾的离婚率有2.28%，亚洲排第2多。这立法院法制局最近也提出报告，建议台湾会当使用离缘冷静期，降低国内离婚率。大家登记结婚的新人，甲亲戚朋友做伙翕相，看到真欢喜。就算已经行超过10年啊，要是笑讲选择结婚，要是需要勇气。我们在一起13年，13年，对，冲动，对啊，因为他想放婚假。登记结婚唔免半日的时间，也若协议离婚，共款只要2个证人签名，去户政事务所办理就会使。根据资料，2024年亚洲国家的离婚率，中国有甲2.56%，台湾排第2是2.2%，比附近的国家南韩1.8%、日本1.5%还佫较悬。伫每1000对结婚的人口内底，都有10.5对离缘。立法院法制局最近提出的报告，以南韩30天离婚考虑期制度做例，建议修正民法，引进离婚冷静期的概念。如果是走判决离婚的话，前后大概会历时6到12个月。那如果走协议离婚的话，最快的方式1天内就可以完成。因此呢，如果假设在协议离婚这边加上一个所谓的冷静期，是否可行呢？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行的，是因为呢，如果避免未来有一些年轻的配偶他在冲动之下，在1天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的事情，就直接变成从结婚变成到离婚的状态。除了南韩、英国、法国、新加坡、中国，拢有类似的概念。不过立委嘛提醒，无调到表面的数字，看到是会当降低离婚率。不过无相关的配套，核心的问题要是无法度解决。所谓的冷静期是希望他们做什么？总不会是说2个人就是冷静期，只是时间感过去而已。目前的话，好像有听到就是说希望婚姻咨商，并不是说劝和还是劝离，重点其实应该是让双方搞清楚自己目前在什么位置，目前的情绪状态。为第一线来观察，台北市咨商心理工会理事长表示，冰冻甲相笑并不是一天造成的。若创帮想要去离缘，一般拢是问题已经累积真久啊。若真正引进冷静期，伊建议判例会当好好运用咨商的机会，用无同角度来观察，为家己嘛为家庭做上好的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